踏入冬天，過萬隻候鳥飛到去鄱陽湖過冬，我哋一齊睇下。由呢一個角度望過去，鄱陽湖有一條長長嘅白線，睇真啲，原來係一隻隻嘅小天鵝。小天鵝同大天鵝嘅體型差唔多，主要靠嘴旁邊黃色部分嘅大細嚟到分辨。每年冬天嚟到呢一度過冬嘅小天鵝總群數量有大約5萬隻，而同樣屬於國家2級保護動物嘅白皮鷺，亦都選擇到鄱陽湖過冬。根據我們的統計，已經有14萬多隻這個候鳥在鄱陽湖越冬。這些候鳥的話，在這個地方要度過整個越冬期，要到這個明年的3月底左右，再飛回到北方。今年候鳥早咗飛嚟鄱陽湖，數量亦都較往年多。隨住北方強冷空氣不斷形成，預計到12月中旬將會有更多候鳥南下。每年鄱陽湖都有大量嘅候鳥飛嚟過冬，最高峰期有多達14萬隻。無線電視記者高芳婷報道。